19年開始。我大嘅，你追咗 Super Junior 幾多年？係由邊個時期開始入坑，同埋入坑嘅契機係啲乜嘢11、12年，而帶我追金希哲司，到我識金希哲司嘅時候已經係 Bonamana 嘅時候，即係 Bonamana 入坑。19年，佢哋出道之後第2年，你係嚟咗香港活動就留意咗，咪歌開始13年，但係中間係淡坑咗一段時間，真係唔係好記得。但係我追嗰陣時係追咗佢哋 Mamacita 嗰個 comeback。15年 Bonamana 嘅時候，中睇到個 live 之後就一見鐘情，差唔多20年，一齊13個人嗰陣時，佢哋嗰啲綜藝跟住開始中意，逼喺一間好逼嘅宿舍，靚仔，搞笑咯。小五小六嘅時候， 19年開始，我帶住表姐一齊睇，之後咧就好中意李東海，好靚仔。但係我睇演唱會，耳濡目染睇演唱會又中意咗。小學個同學又追 K-pop，又一齊睇。大家開始聽，我就開始聽，因為其中一首歌就入坑。10幾年唔多。Mr. Simple